我去咗最被低估嘅中東國家，佢長期被忽略，與世無爭，甚至旅行達人都未去過。佢係阿曼。一世人要去一次阿曼嘅5個理由：治安良好，阿曼堪稱中東最安全國家，咁多年同周圍戰火絕緣，犯罪率低，就算晚黑出街都放心。民風淳樸，阿曼人普遍友善，好肯幫人。喺街、餐廳、鋪頭、機場、酒店接觸過起碼100個阿曼人，真心冇一刻 feel 到唔自在或者被冒犯。山海壯麗，阿曼有壯觀嘅海島、山脈、河谷、溪澗、沙漠。首都馬斯喀特出發公路自駕好方便，1-2粒鐘範圍已經有好多尋幽探險嘅選擇。歷史豐富，阿曼係古老航海帝國，通處都保留咗原汁原味阿拉伯古城、舞女、市集、清真寺，感覺置身1001夜，好夢幻。經濟實惠，阿曼消費平港澳1折 ，local 鋪頭超市 CP 值仲高，最出名嘅古堡餐廳2個人埋單居然3嚿水有找，入油唔使講，分分鐘平過飲水。阿曼會令你難忘，我寫咗少少筆記 ，follow comment 我 send 俾你。